各位港澳及海外嘅朋友們，大家好！相信好多朋友喺考慮移居廣東大灣區嘅時候，最關心嘅就係住嘅問題。但面對琳琅滿目嘅樓盤、嶄新嘅一手樓同選擇眾多嘅二手市場，到底應該點揀？作為長期生活喺呢度嘅博主，今日我想同大家真心分享一個黃金折中方案，首選次新房。次新房一般係指從未有人住過或者住得極少5年以內新嘅二手樓，喺香港俗稱一手二手樓，喺內地通常稱為次新房或者新房尾貨或者二手毛坯。呢個係集合咗一手同二手樓雙方嘅諸多優點，亦可能係最適合我哋港澳同海外華僑家庭實現高品質、高性價比灣區生活嘅關鍵一步。呢類房源通常指：一、投資客放盤，買家喺樓花期間購入，收樓之後從未自住或者出租，直接轉售；二、開發商尾貨或者底工程款房，項目銷售末期剩餘嘅全新單位，有時會通過中介或者私人渠道流入二手市場；三、更名房，喺房產證未辦出前，通過同開發商協商更名直接交易，手續類似一手。點解選擇次新房？一、性價比突出，有議價空間，價格通常低於一手在售價。呢類單位嘅業主好多係投資客，喺目前市場環境下，可能有資金周轉需求，或者希望獲利了結，議價空間比開發商更大、更靈活，節省裝修成本同時間。雖然係二手交易，但房屋本身係全新狀態。你無需好似購買老二手樓咁樣處理上一任業主嘅裝修折舊或拆除問題，可以完全按照自己喜好裝修，同時亦省去咗等待期房交付嘅時間，通常1到2年。二、稅費成本低於普通二手房。由於房產證出證時間短，通常未滿2年，賣家需承擔增值稅約5.3%同個人所得稅約1%，但呢個正係你嘅機會。談判策略，你可以將呢部分稅費作為議價籌碼。常見做法係雙方協商一個實收價，所有稅費由你承擔，但總價上獲得更大折扣，最終總成本可能接近或者甚至低於滿5為1嘅二手房。你只需要支付契稅，即首套90平米以下1%，以上1.5%同少量登記費。三、規避最大風險，所見即所得，冇爛尾風險。樓盤已經成交付，你可以直接實地考察房屋質量、園林綠化、物業管理水平同周邊實際配套，完全避免咗一手樓最大嘅貨不對版同爛尾風險。社區氛圍已現，社區文化、鄰居構成亦基本穩定，可以真實感受到鄰居構成同社區維護情況，讓你買得無比安心。四、即買即住，無縫銜接灣區生活。對於從港澳或海外返嚟嘅朋友嚟講，時間最寶貴。次新房大多自帶裝修，你可以選擇保養良好嘅單位直接入住，或僅進行個性化軟裝改造，無需經歷漫長嘅等待期同複雜嘅裝修工程，俾你快速安頓落嚟，立即開始享受大灣區嘅便利與機遇。五、社區管理有序。一個好嘅社區管理比建築更重要。次新房嘅物業管理水平、業主委員會運作情況、社區活動氛圍都已成型。你可以通過同現業主交流，輕鬆了解同選擇一個鄰里和諧、管理有序嘅社區。六、資產配置嘅理性選擇。次新房兼具咗居住屬性同金融屬性，佢既係溫暖嘅家，亦係資產保值增值嘅穩健選擇。對於理性務實嘅華僑投資者而言，呢都係進可攻、退可守嘅優質選擇。七、享受成熟配套與融入本地嘅生活圈，選擇一個成熟嘅次新房社區。經過幾年嘅發展，社區嘅商業、交通、教育、醫療配套早已從規劃變為現實。菜市場、超市、地鐵口、學校就喺眼前，唔似全新盤咁樣一片荒蕪。意味住你直接進入咗一個穩定嘅本地生活圈，能夠更快咁結識鄰居，了解本地生活資訊，加速融入。點樣高效尋找次新房房源？
一、中介渠道，聯繫大灣區各城市嘅大型品牌中介，如鏈家、中原、樂友家，明確告知你嘅需求，要近5年交樓嘅全新二手房或者毛坯房。二、線上平台，使用貝殼找房 APP 篩選，例如樓齡喺1到3年內，並喺裝修情況中選擇毛坯，呢個係最直接嘅篩選方式。三、實地考察，鎖定幾個大型新社區後，直接去小區周邊嘅中介地鋪諮詢，佢哋掌握最本地化嘅私人放盤信息。需要注意嘅挑戰與風險：一、房源稀少，需耐心尋覓。呢類優質筍盤可遇不可求，需要你同多個靠譜嘅中介建立緊密聯繫，並明確告知你嘅需求。重點篩選區域，投資客比例較高嘅新區，近幾年交樓嘅大型樓盤。二、交易流程可能複雜，若房產證未滿2年或者未出證，交易可能涉及更名或者委託公證等方式，需確保流程合法合規，避免債務糾紛。必須查清產權，確認房屋冇抵押、冇查封，且原業主購房手續齊全。三、貸款評估價可能不足，銀行對二手房嘅評估價有時會低於成交價，你需要準備更多首付，以彌補成交價同銀行批貸額之間嘅差額。總結：如果你正在規劃移居大灣區並考慮置業安家，不妨將次新房作為你嘅重點考察對象，優先篩選嗰啲品牌開發商建設、樓齡喺5年內、物業管理口碑佳嘅次新房小區。多睇多比較，你會發現一片新天地。希望呢份心得能夠幫到你哋。大灣區歡迎你哋，呢度充滿咗活力同機會。選擇一個啱嘅房子，就係美好新生活嘅完美起點。祝大家置業順利，喺大灣區安居樂業。我哋下期再見。